香港今年喺國際舞台上真係狂攞獎杯，市場研究機構歐睿國際嘅全球百大旅遊城市指數揭曉，香港成為最多國際旅客到訪城市嘅第2名。機構預計香港今年能夠吸引2320萬人次嘅國際旅客，僅次於曼谷，證明香港喺國際市場中甚具吸引力。事實上，今年頭10個月，非內地訪港旅客按年增長1成6%，比內地旅客嘅1成1增長仲要高。如果睇下唔同嘅市場，有個地方嘅數字更係直線飆升，就係同香港關係越嚟越密切嘅中東市場。佢哋訪港旅客數字連續2年嘅年度增長都超過7成。作為旅客認識香港嘅第一站，香港國際機場同樣攞獎攞到手軟。喺第32屆世界旅遊獎當中，香港國際機場獲選為全球最佳顧客體驗機場，同時連續第5次贏得亞洲最佳機場，以及連續第4年獲選為中國最佳機場。香港機場憑乜嘢突圍而出呢？目前全球只有香港機場能夠讓離境旅客使用智能手機同人臉識別技術，自助完成離境程序。隨住3跑道系統提升機場運力，機場城市發展計劃亦都會帶嚟更多好玩好行嘅地方。將來講唔定連你都想去機場食買玩呢？